喂，你開唔開啊？你不要逼我就不開，你又點樣啊？如果你咁樣說吧，我就按鐘判事，是什麼時間開就開。我不知道你幹什麼，我不知道你說什麼，我就知道10點半還沒關門之前，你應該開空調，不是這樣的。喂，開唔開冷氣啊？喂，你開唔開啊？你不要逼我就不開，你又點樣啊？我頭先叫你開，你唔開。我都開了，你就調試我，我就3道。我嗌咗你咁多次，你唔理我，點解你唔理我先？我嗌你咁多次，你開俾我嘅，我整完就走啦，係咪啊？如果你咁樣說吧，我就按鐘判事，是什麼時間開就開。你吵水一點，我可以開你，跟你沒所謂。我不知道你幹什麼，我不知道你說什麼，我就知道10點半還沒關門之前，你應該開空調，不是這樣的。10點未夠啊，閂冷氣都勁啊，阿叔你。佢冇冷氣，佢唔辛苦啊，佢上面自己開自己咯，下邊唔開俾我。我哋營業時間去到10點半，佢10點就即刻自己行過熄晒冷氣，佢唔理人哋有冇人喺度咯，勁串啊！佢話我話你再唔開我投訴啩，你投訴啊，投訴我就唔開俾你。根據一般建築物條例，所有嘅大廈基本上15個月都要召開周年大會咯。而嘉誠大廈呢，就係冇寫呢個分契，就話冇嚟清楚講話幾耐開會，淨係寫需要開周年大會，咁佢就可以隨便唔需要跟。咁中意幾時開就開，唔開都唔開。我哋咧就係要20% 嘅權份先可以開業主大會咯。所以咧喺呢一個方面咧係非常之困難咯。就算佢哋嘈到20%，佢哋都會有方法去令到佢開唔成咯。佢有業主大會啊，但係啲議程咧全部都係佢哋自己設計咯，就唔俾我哋加，話要換屆咯，又話我哋換屆咧就會影響咗佢打官司，一陣咧搞到輸，但其實而家都係輸嘅咯，根本佢呃我哋咯，成日呃我哋啲錢咯。商場嘅管理公司叫做柏高，天價管理費啊，一個咁細嘅單位要1500幾咯。個冷氣機勁污糟咯，又唔洗又冇保養，人哋商場1個月洗一次，佢2個月先洗一次喎，好污糟咯。走廊係公共地方同埋走火通道，同埋呢條走火通道係唔可以擺嘢噶嘛。咁消防咧又話唔到佢哋啊嘛，又話有條規例咧就唔闊過幾多咧就唔理你啊嘛。咁但係啲人都唔理，咪懟晒出去咯。其實根本由始至終個商場都唔俾擺嘅，就係呢間管理公司唔執法，就讓啲人即係咁擺。個場係密封噶嘛，所以都幾危險。
呢個係2024年嗰個12月嗰個業主大會咯，佢就係講翻有啲咩收啊成，但係咧佢呢一個係純粹係佢自己講嘅喎，我哋冇核數師報告睇喎，佢一定要攞翻嗰個授權同意去打官司咯。2026年呢個業主大會，佢主要講係續約啦，因為過往佢自己續啊嘛，同埋自己簽約唔俾我哋知嘛，但係而家又唔知點解又會改咗喺業主大會上面通過喎，催促我哋啲業主續佢咯。咁同埋呢，就講佢話打官司咯，我哋就話其實係唔想續佢嘅，咁佢就有大量嘅授權標，話我哋得80幾票通過。即係話唔係反對續唔續約咯，咁而好多人就同意續佢約咯，但係嗰啲授權票係我哋都唔知係從何來嘅。民政處咧又係咁講咯，你哋係私人契約，所以咧你哋有爭議咧，又係要去討審咯。佢成日講話多次重申，你哋係基於呢一個分工契成立嘅，避開話唔關佢事咯。個業主委員會咧就冇講個年限嘅，所以佢可以做到死嗰日落棺材都仲做得。我頭先叫你開，你唔開。我都開了，你就指示我。我嗌咗你咁多次，你唔理我，點解你唔理我？10點未夠啊，閂冷氣，都勁啦，阿叔你。